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初7，申命記28章8節安尼講：耶和華要命令福氣予你，佇你的側窗，甲你的手所做一切的事，也要賜福你佇耶和華你的上帝所賞賜你的地。三甲來祈禱，要命令福氣予阮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賞賜無盡的疼痛，甲豐盛的恩典的上帝。你是選召你的百姓，看顧你的子民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！我要因為有你來歡喜，也要因為你的話來心滿意足。主啊！感謝你用陽光尊貴做阮的冕旒，予阮通得到上天的平安，甲永活的盼望。主啊！我要因為你的名來得到救。主啊！阮感謝你，因為你疼惜阮，你用命令要賜福氣予阮，佇阮的側窗，甲阮的手所做的一切的事，也要賜福氣予阮，就是佇你，阮的上帝所要賞賜予阮的地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